周八也没有周八谁知道你那么火了，现在就是俺了，就是你在这儿赔了，对吧？这越用越火了。那确实背景好看的。哎，就是我也觉得，但之前都没觉得。对，有点像卖鸡蛋。这里边有他们吗？这来了。对，走吧的楼。先过一遍，先不要。好。八爷那边跳的啊，年轻人都全名字都是爷啊、叔啊那些，年轻都选朝那个老的去。他们参加比赛跳的。也是。他们上午现在这么火，天天就有。新时代那个吗？啊，新时代那个是。那是啥子？新时代路人风采。就他们是参加那个
比赛跳的，还是八爷跳的吧？要小猪吗？哦对对。我们那个高度也差不多了。身材。你咋才来哦？出去了。那个啥，那个啥，乐商那边那个唐卡有80多万的，他挂到墙上，他店里面有一幅，好像是花8个月嘛6个月，但是都是有名的那种。先慢后快，速度也比较大。太接近了。今天晚上可以7点半。这晓不得的，有啊，新时代啥子？是噻。新时代牧人风采。牧人风采，新时代不能，新时代牧人风采。那我在想，你忙得漂亮，真的练的嘛？他拍一个一个的，我拍个数据。好，很好。好像是那个8爷比赛跳的那4个20多。哦，不是这个版本。我看感觉有点一样。过去都一样的，存在。都一样的，但是都是一样的。都是8爷那个是男版的舞。蓝博不要退哈4个20多秒。不要退远，你不要退。林哥好，你好，你好。哦，不要退远4了。个20多秒，有点长。可以吗？有点长，就是这个歌。开始。我们在开区那儿跳呢。下面喝酒的。下面声音太大了。用你的声音，用你的喇叭嘛。一样可以开大声。有你的嘛？最大了。你的捞出来。最大了。啊？我那儿有。你有吗？有。就你的嘛，没事儿，我没那个音乐的。没事练了就上点那样。让他练嘛，让他练嘛。好不？唱一会儿，我说你练一次。你不累吗？田老师这个是这儿的音响指导。就你那个高音炮最凶，晓得吧？我操！你练一次以后就不用练了。博士的，他都是博士。他们在弄音响，换个音响。要按一下啊。也不好练。就比较 BOSE 哇。哎，对。是那个比如这嘛。
BOS 应该是不是好连这个都感觉到骆驼因为这是老板的嘛，出来了。有天先生也是，有天先生也是有天。这么近的距离，你还杵在跟前的，你出来，哎，峰哥，连那个长距离距离，你开头就是嘛？连着没有？没有。我把它断了，它没开，它没断的嘛，断开。填那个。他那点个口令还是一直在底下很好嘛。连着没有？好的。今天怎么有空啊？这个才搞到是。明年做的992个月最好。在一起。赔一点工分，拿到放下来就是一个。放下来。这个我整个上去把音响开大一点儿，我给他调起来。还要找保险。这个刚才也不一样，来点表情。
OK， 我有了。哎呀。就是两个都有关系。现在这些人好像除了歌曲，你看新的那个叫什么？都有，名字。好，房吗？这是拍了哈。Hãy subscribe cho kênh Ghiền Mì Gõ để không bỏ lỡ
萨，主之他吉巴达萨，出了扎木的玛雅拉达。鲁巴呀拉那耶鲁巴，杰布布诺松多萨，加别西吉亚希扎萨，吃那扎木的玛雅拉达苏。吉吉巴鲁巴塔鲁瓦米萨，吉达萨布鲁吉之萨，吉达扎木点玛雅拉卡。那是鲁巴吉吉巴呀，达木那瓦之萨，吉达。金山上，北京的金山上，啊？北京金山上，北京的金山上，北京的金山上，没听到的，没听出来这个。它这个音质小有点差。那也是有点难受。北京的金山上，太经典。是藏文嘛，藏语。音照差了哈。这里还有其他的。这个有点老了嘛，我觉得。没有啦，这么一点点。